乐活昆士湾系列活动自2010年开办以来，南区区公所甲地方团体致力经营推广，将昆生、喜秋、湾里的人文底蕴、海岸风光、龙鱼产业，透过丰富游程展示给大众。互来参加活动的朋友，伫有食、有饮、阁有通耍当中认识南区。今年的昆喜湾来到我们龙山寺，那可以说是有吃喝、有抓又有玩哈，大人小孩都开心。那其实昆喜湾是一个非常有历史、有文化的地方，也欢迎大家来到昆生洗漱湾里。这个虽然是南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落，但是也充满了文化气息，也充满了大家开心的回忆。那在这边好，欢迎大家在18号、19号这2天，通通都有哦，欢迎来到昆喜湾。昆士湾系列活动举办至今迈入第14档，这次拄好轮到昆生来办理。今年就特别规划独木舟体验以及海产美食等活动。那今年刚好迈入第14年，也轮到我们昆生。那所以我们以海洋的元素来做一个串联。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来行销我们南区所有的观光景点，也让大家市民朋友一起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。在地主人家是昆生龙山市主委吴志祥，也特别感谢区公所以及区长肖秀华举办活动的用心。自从咱这个小区长来吼，将这个活动吼用了搁愈发热烈，搁包括吼每一里拢有参与到，这是足无简单的。所以讲吼，各式的迄个佚佗的物件拢足济，阮呢嘛非常的欢迎吼各地吼，咱一寡遮好朋友来遮啦豪华船，个一寡观光证啊啥有无足济，来甲参与，直接嘛有啦感谢咱的区长的用心啦吼。除了独木舟的体验，现场还安排表演团体来演出，同时嘛有真侪特色单位以及社区来设档，耍的、食的、看的，啥物拢有。南区区公所欢迎市民朋友踊跃来参加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